哦 ，OK， 好。另外讲啊，即个主角新婚吼，下面伫个即个发电所，就是即个家角内底啊，毋是讲完全的家角啦吼，伊叫做发电所。内底好朋友是混龄吼，已经出家啊吼，出来就是迄个叫做杨灵师放伊出来吼。啊，出来了后呢，伫外口结果有人来伫后壁咧军装，来咧军装啦吼，五六个人吼。敢若为着什么原因啊？咱也无讲，所以咱毋知吼。咱即摆就是看遮吼，讲新婚就倒伫婚龄的即个骹只后，病毒后壁是一间房间，内底摆3桌吼，因即嘛伫外口啦吼，会使坐十几个人。跋筊的代志，新婚毋捌，发电所的人要签牌，会先找伊，就是有影啦吼。是讲伊看到正中的豆仔盘甲四边的白仔路，什么叫做白仔路？也知影讲哦，迄是人咧拍麻将的电动牌刀啊吼。冷气下骹的壁顶有挂白板，铁架仔顶嘛有几盒仔即个箍子啊。顶回敢若三牛讲什么叫箍子啊？我煞袂记吼。这是人咧摆筊的所在吼。拍算原底也是地下室的一部分，到落尾才用即个砖仔甲架起来。因敢若是因为人甲军装，所以秘入来去食啦吼。新闻发现即个混龄吼，徛伫个房间的门口，掠第二四门后壁一个所在直前，规个面青顺顺吼，顺迄个方向照过去。我咧讲，我有诶汉字，我真正会晓读吼，就算查字典嘛查无吼，所以我学袂念啊吼。新婚才看见壁顶有挂一幅即联邦党诶山海旗吼，山甲海山海旗。伊知影讲混龄无想要含迄阵人搭甜吼，混龄不含新婚，讲因兜几若代拢伫淡水市，100外冬前城门还未拆诶时阵，因祖讲就有续一间即个厝伫即个中兴区吼，续是储蓄的蓄啦吼。学哦是学哦，啊对，学一间厝啦吼。因为吼，讲要个骂，我实在是无想要念，但是吼。我就想无，因即种当作你逐个拢汉字啊，先拢看有，我就毋相信吼。因为我查监理店即里有俗甲读即2字尔啦吼，并无学哦吼。我来查是毋是即个教育部是用即个学的？我要来查教育部是好用抄台语啦吼。找储蓄即个蓄吼，俗甲读吼诶，即个汉字。大理新书书读做唱，大华线顶书店就收学吼，添字啊，添字购字叫做学吼，学啥物件啊？学一间厝，学一组啥物碰椅吼，即拢是会当用即个学字吼，爱用即个学字吼。教育部书店是学无毋对啦吼，咱来看一下大理大书店吼，学 HAK。讲即个林八罗马里的啦吼，林八白话里有即种骄傲吼，当做讲大家拢会晓。即寡写汉字啊，即寡汉字啊，先嘛，真正是我感觉心内深深感受到因的骄傲，当做大家拢会晓对吼。即个学字呢，大理大书店用的汉字是建筑的建吼，规则比如讲买田地、买器具等等起来坑，买起来坑的叫做学啦吼。学业吼，学技师吼，学所以呢。其实只是讲即个混龄因所讲吼，有学一间厝伫咧中兴区吼，
隔开进前呢，因老母定定甲遐一楼的空间借互联邦党咧办演讲会吼。机关犯迄阵吼，因兜走袂离。机关犯意思是啥物？就是机关反乱啦吼。机关是我袂记是对一个机关啦吼。或者就是某一个机关咧反乱迄当阵，因兜走袂离，隔开一年，规家好吼，规家好去就互警察抓起来吼。想来就是受到联邦党的牵拖啦吼。好，所长的代志掠外，顶回大家遮所长的代志掠外，身份毋捌含联邦党有啥物结关？还是交叉？啥物叫做结关啊？结关是写罗马字啊吼。我有查，即个结关其实会加过难关，啊，毋过即个较歹听，假使就是我看难，然后我有去问啊，毋知是讲有这。难遮个难拢无通，我看伊的意思，过难关，吼，就是讲，嘛有人伫问嘿，过难关，就是可能讲，较乖查理啊，先让我过来看觅，加一个人是加中语气，啊，遮。条件甲然后南派人家摕掉变过关，啊，意思是讲这个人吼，伊做特别做代志做特别做歹剃头，我看吼足侪人朋友，伊毋是台湾人吼，啊，伊就是普通有听过，伊拢讲歹剃头，吼讲较侪，吼总爱甲人做对，所以伊是来形容这个人真过关，乖啊，伊无。去遮个乖，以上。好，感谢三年，我查者吼。但系你大书店无，敢有收一个价？其实是伊本条第8条，所以我读第一个字啊，读做假音啦吼。本条第8条啊，变调做第4条价。加关吼，加关，但你大书店无收加关，有加口，但是应该毋是加口，加口是袂合，读了加口，两个加口我毋捌听过咯。另外一个是叫做加姜，加姜是啥物呢？是翻译长辈违约吼，加姜讲。我咧药是毋是即个加姜啊？因为无共即个电球口吼，加姜加关，加姜是反背算为就是等下我查者吼，加姜是等下汉字性对即个汉字啊，加姜。为什么？伫遮哈？翻译长辈吼，加姜。所以呢，用翻译长辈来理解呢，所长的代志掠外，身份毋捌含联邦党有啥物加姜、加关，还是交叉吼？就是讲歹剃头。或者是讲即个人歹按打，或者是讲，但你大书店的规则是讲翻译即个长辈嘛，就是叛逆啦，吼，加关还是交叉吼？有啥物加关加关吼？应该是共即字啦，但是我以为吼，好，无啥物加关或者是交叉吼。
斟酌甲想，凡事要毋捌有较妥当哦。要就是讲，身份要毋捌有含联邦党有啥物假官，还是交叉？空那写一个空哦，空是一个声吼。光头行伫上尾吼，光头是你甲军中的人其中一个是光头啦吼，行伫上尾溜啦，行伫上尾，踏入来了后，月头将门锁起来，所以空一声吼。这时身份才闻到房间内底有烟味。歹势，透南伫地下室的湿气，甲楼顶做煮食的油烟内底，透南伫即个湿气甲即个地下室的湿气，甲楼顶做煮食的即个油烟内底，冷气甲通风管拢无在调，甲食的气味除尽来做。啥物人讲呢？就是即个50桶号的查甫人咧地下室咧剥烟吼，伊为房间中间迄块道来徛起身，所以伊毋是味啦。我记得因敢若是5、6个甲包围起来，甲因请来去食吼。所以即个人讲叫伊来做吼，伊为房间中间迄块道徛起身吼，爱身份甲分灵吼。伫伊的面前，迄两条医疗坐落来，两撇喙手吼，两撇喙手是其中一个，就是军装的一个叫一个是光头，一个两撇喙手，两撇喙手甲光头吼，带迄4个少年人坐去因道边哦，迄块道正边干若啥物呢？哦，我无公布即个文本互大家看啦吼，你若真正有兴趣，你家己去看你要去买即个资本呢，还是要去买电子书来看吼？倒咱看吼。有一个真细粒子的查某囡仔，细粒子啦吼，应该是细粒子。咱讲就歹听啦，讲小芝麻吼，就是细粒子啊。有一个真细粒子的即个查某囡仔。哦，讲到这我想着吼，我知影足侪人吼，伫咧网络顶一直咧批评讲，即嘛足流行足侪对即个新海平来即种因的用词啦，因的用语啦，吼，因结果号一个名叫基语吼，我咧拜托的，但所有你即嘛所讲的华语逐句拢是基语啊，为什么迄叫做基语？我说莫名其妙吼。OK， 所以呢。就反对即种诶，其实吼，我完全无反，我毋是讲无，我应该咧讲，我当然无希望讲大家去讲华语。对我来讲，所有华语都拢叫做基语啦吼。但是我超鼓励讲，咱爱学迄种发明即种基语，发明即种用词诶迄种精神，就是讲爱甲你诶用语要安怎尽量白话化。莫去即个古字内底去找一寡有诶无哇古早字、古早用词安尼吼，啊，其实无必要啦。当然你若会在调吼，我佩服你啦。我一直感觉讲你伫咧生活当中，你培养一寡白话词出来吼，这是足正常诶代志吼。啊，但是，唉。我知影啦，迄寡惯是讲华语的即寡少年就阮的吼，感觉讲啊，我受到恁影响。拜托你自头到尾就受影响啊！你对即句话无受影响吼？你若真正无爱受影响，毋是讲我无爱讲词语即个 term 啊，我无爱讲因的用词。你若真正无爱受影响，你就好好甲台语学起来就好啊吼！而且我真鼓励讲，你学台语，你讲台语的时阵，尽量莫去用一寡啥物哇古早用语用词，所以呢，一定要安尼讲哦，无必要。你真正你伫咧生活中，你足侪会当白话化的吼。当然，比如讲细粒子啊，当然这就是咱台湾人伫咧生活中的讲法嘛。就是讲查某囡仔细粒子，伊的身材较微细，较即个身形较细嘛，叫细粒子安尼吼。
有一个诚细粒子诶查某囝，都无必要去找古早知什么诗篇什么哦，去找一寡足文雅诶词来形容一个细粒子诶查某囝。当然你要安尼做，我毋是讲你着哦，我感觉无迄个必要吼。有一个诚细粒子诶查某囝仔吼。迄个查某囡仔呢，穿一双我袂记为虾米讲起即个查某囡仔，我看着头一下讲正边干啊，有一个诚细粒子的查某囡仔吼，迄个查某囡仔穿一双乌色的马靴吼，马靴啦吼，拍算是为一个落雨的所在过来吼，啊，着穿一双，阮讲遐讲，然后袂讲马靴啦吼。迄双马靴全是涂刷吼，袂输有人挑工摕去浸伫鹿骨糜内底吼。阮安尼讲鹿骨糜无迄个拼音吼，我知有人讲鹿骨糜吼，鹿骨糜内底。伊一支骹吼踏伫个椅仔顶，摕一支扁钻，甲吊伫个迄个遐讲吼马靴的润头甲伊翘起来吼。头对身份这边无咧要伊的款，好，迄个查甫人讲，好佳哉有找着你，吼，迄个查甫人坐转去家己的位遮，佮开嘴讲，人叫我等诶，即间情报站，吼，我咧换。身份知影迄个你是你咧讲家己吼，好佳哉有找着你是，讲是咧讲即个身份啦吼。联邦党要找家己吼，毋知是安尼，毋知安尼混龄的心情敢会较轻松吼。后壁即句话是啥讲的？伊讲，阮呾对发电所出来吼，所以即两个其中两个查某囡仔其中一个吼，阮呾对发电所出来，联邦的代志、总机关的代志，阮拢无想要插。混龄是做停讲即句话吼，无人甲插吼。好，过来是等来讲啊，我知影你有要紧代志要办吼。两撇喙手讲，伊是伫个公共电话遐看到你嘛吼。等下竖一喙薰吼，好伫个即个薰帽的所在吼，佮倒起来。伊也袂讲到联邦党的目的，身份感觉家己若等心内若赤压。伊讲公共电，我足讨厌汉语用一寡你无法度读迄寡，根本都毋知影伊到底是去对出来哩。我颠倒感觉讲，迄种歌谱的迄种汉语使用法是上好的汉语使用法，就是啥物？人讲是闽冠汉语啦吼，就是伊摕一寡你感觉莫名其妙的汉语，但就简单迄寡字你就绝对会晓讲的，你也免去现字典、词典，你绝对讲会出来吼，就是公音字啦吼，迄就是诚好的汉语的使用方式啊吼。你看到你拢会晓读啊吼。好，身份感觉家己吼，若等心内若赤压吼，因为赤压即个赤甲压我拢会晓读嘛吼，就免去现字词典吼。伊讲公共电话伊讲公共电话身份想着站伫个所长的办公室的情景吼，凡是联邦党人吼是惊家己的甲所长问的物件吼，拢揶出来吼，互即个警察知影吼。等下。阮袂伫淡水市踮伤久，嘛无想要搁见警察，见着警察吼，毋免烦恼，阮会去斗警察，你会当放阮出去。等下喙笑吼，就笑讲，恁要用行个出八里关哦，还是你要敲国际电话叫人来甲你救？等下喙笑甲吼利塞塞，好烟为鼻仔吼甲喙孔吼冲出来，身份无加印。隔开以来，淡水市对外的车路拢互总机关扎起来，好车、船只嘛拢无通落南，
敢若伫西南边留4条路，互总机关的官方代表会当去非政区去开会，互农产品会当流通。保安总队顶个月发现有人为边关逃走出去，拍算即阵无一条路行会通。有影伊甲分灵也无想到讲要安怎为淡水市出去，敢若想到爱先和厝里联络。担心阮小姐，阮有一件代志爱你斗赞助，等下甲分等下甲分即个。又过来啊！搁一字我搁袂晓读啊吼，撮互花吼，撮互花应该是撮啦吼，伊写一个注啦，边仔一个好，但是从来毋捌安尼讲啦吼。我来查一下即句啦，即个字若要讲到底安尼讲法。哎，歹势，我关下门。就是甲分要安怎甲按时啦吼，按时吼。台语是要安怎讲？锤吗 ？CHOE 第3条。无。好，还是新来的人甲我讲一下，分享一下，我袂晓讲哈。就甲香烟按时要安怎讲哈？大概因为这汉语小，我袂晓读啊，无法度查字典啊，根本就袂要安怎查吼。这种字啊，淬炼的淬哦。看一点，我操嘛！但是淬炼的淬，毋是这个淬啊。好利兵，一个卒。哦，错掉。读做厝还是喙我相信厝是厝香厝火，互伊倒颠倒毋是互伊湿，是互伊倒厝好，等下甲分厝互花等伫个即个分壳啊讲。恁若答应联邦会当保全恁两人出边关讲，但是阮小姐，阮有一件代志爱你斗赞助恁若答应，联邦会当保全恁两人出边关。等下即时才认讲家己代表联邦，身份感觉家己特别无有因的话骨啦。啥物物件爱阮斗赞助？身份。分享用手屈哟，手屈甲扣一个，袂使讲扣啦，这边怎讲？好，分享写扣啦扣口伊个扣扣一个，声叫伊个名哑巴迄个意思就是。莫含伊有交叉就对啦。阮甲复兴第一发电所的所长有联络，这你知影？后礼拜阮有人要去甲一项藏伫个保安总队站房的物件查出来。所长讲，你有法度详细指示咱伫保安总队内底安怎行，安怎找物件。即个第一发电，我即马解释一下第一发电所所长迄个一个欧巴桑可能50几岁就欧巴桑因为含即个，敢若是含即个联邦党有联络，所以放一寡人去逃走去边关走离开，所以互迄个杨灵书记甲伊扣起来
掠去含即个什么？叫做啥？敢若是总机关的总理交代就对了吼，去甲斗，去甲通报安尼吼。这是头前故事的。所以即嘛这个这个这是个联邦党讲阮含即个复兴地法的所长联动，这你知影吼。新闻讲，若我无甲恁斗相共咧，那些当这只就是，这只是，这只毋是啥物人讲的，这是小说的本文吼讲，那些当身份则想要问讲，问看觅讲，甲因斗相共，对家己敢真正有好处？毋过伊今仔日吼，毋敢阁用刺策啊，刺策就是伊的即个会当。讲参语，就是预言啦吼，伊会当有即个伫即个小说内底叫做啥反批吼，有无当预料反批吼，会当预料会当反批讲会发生啥物代志，迄个功能吼，伊身体有即个功能吼，叫做气场。气场即个词本身就是有迄个预料，迄个咱来查者吼，气。CHHI 第3册 CHHAK 第8条，刺策吼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光擦目睭吼，比如讲看日头目睭就是刺策吼。第二个意思就是事情诶代志发生进前的预感吼，所以就是我拄则讲的反批吼。所以我例句讲，我伫要起身的时，心肝刺策，果然。有即号代志吼，心肝刺策吼，就是其实刺策就是心肝感觉心头不安安尼啦吼，这内底诚操烦呀，要安怎讲，就是足侪代志你交了安尼啦吼，心肝刺策啊，所以意思就讲是事情的有感吼，所以伊有即个身体有。伊的身体有即个功能吼，伊就甲号名叫做刺策吼。毋过伊今仔日毋敢用刺策吼，毋敢去查讲到底伊要爱因斗相共啥物，斗相共好啊歹安尼，伊毋敢用吼。为啥物毋敢用？我嘛毋知吼。好，牙边庄的迄个查某囡仔吼，迄个细粒子查某囡仔，哪像吼大头甲身份。哦，即个避逆的逆，我阁袂晓读啊！我记得敢若咱捌查过哦。避逆群雄，迄个逆啊，结果咧，我即马查拢无，即个书拢无。他做吼，你斜目在看，叫做眼。眼，但是我感觉伊绝对毋是要读即个吼。咱来看一下西拉民国的教育部是教人安怎读即个吼。我用册台语册看卖啊，银吼，所以1895日本时代tan汉语单语名累积有受即个，读做银吼。甘为恁着拄则讲的甘字典，我拄则讲个吼。大理新书书党吼，银党即我听过吼，个我电都毋捌听过吼。大理大书典。即字汉字有言、文、俄、党、银吼。好，党甲银啊，吼，即我甲目睭共党，甲目睭共银吼，其实相关意思吼。你甲银说啥物意思吼？当然银都表示你看即个人的迄种眼光，其实是无礼貌啦吼，就是
直共条斜目去看人安尼嘛吼。银甲党拢是共意思吼。你党什么意思诶吼？所以会用即个词诶人，本身就已经就是心内袂爽啊吼。所以因为即个银甲党本身就负面意思吼。好，夜边庄诶迄个查某囡仔吼，若像大头甲身份银一个吼，或者是当一个。两边搁压头去用家己的即个马遐吼，佮迄个啲土的迄遐讲。那因为为虾米甲银的伊讲，那我无甲恁斗相共的吼，会发生啥物代志就对了吼。那迄个所长讲的有影，你前头啊吼压一个毋就算出来啊吼，意思讲你著法度算会出来，甲斗相共就是安怎吼？无担当的吼，迄个查某囡仔雄雄插嘴，甲身份问话，要算着爱照我家己的规矩啦吼，要算着爱照我家己的规矩吼，算即个遮即个算是算命吼，你若要算着爱照我家己的规矩。联邦党听所长的报告讲，家己即句话是迄个。虽然只讲的，但是后壁讲联邦党即个是另外小说的问题啊！吼，讲联邦党听所长的报告，讲家己会晓看好歹吉凶吼，也毋知影讲试测的底下吼，身份感觉家己请莫甲试测的限制讲互明较好吼。恁找即颗敢会信哩？入去是阮爱入去呢？这是毋是迄个做了子讲的？迄个对，迄个查某囡仔吼，鸟一个目母吼，挖头去掠党的直银直党吼，要摸入去保安总队的人是伊，无怪伊敢甲党的大细声吼。身份毋知总机关有啥物物件吼，遐稀罕。哪日内底捌听人讲联邦复原了后，国民经济真发展，实情是安怎伊毋知。毋过伊想无总机关有啥物值得联邦党安尼来人险。你入去保安总队了后，爱有人替你看头无？局长就是安尼指示。这应该是党会讲的吼。老伙仔即届见毋着人要安怎？伊喙内若念吼，即个细粒子讲，老伙仔即届若见毋着人要安怎？伊喙内若念，若甲骹吼囥落去涂骹，重新平伫倒前，手举边转比对身份甲分龄的方向吼。即意思讲，这两个人啊，见毋着人看是要安怎？占好啊未？占是占卜迄个占吼，占好啊未？我即个查者我无甲伊读，占卜的占。占哦，我读毋对，占用。卜卦来问叫做占，或者是占吼，意思拢相像吼，占甲占拢会使，所以是占好啊未吼。后即种你随话伊随算有诶吼，就是迄个细粒子问讲占好啊未吼，这应该是分龄出声抗议讲后即种你随话伊随算有诶吼，那有遐快，试测。有偌费神伊毋知吼，毋过身份贵个人安尼善斗，伊是看甲正明。时到算无，我毋着要害吼。听见分铃甲呛声，迄个查某囡仔吼，佫是鸟一个目母吼，无要落软的款。用啊，会使啊。
鹰啊会使，鹰是鹰啊，但是鹰就是老鹰吼，伊个鹰啊，这是伊讲啥看无吼，咱继续看。凡是这毋是伊头一摆伫情报站甲别人起冤家，等下目头角角爱伊较得定咧。身份才知影，联邦党人叫伊鹰啊，鹰啊，就是迄个查某囡仔吼，讲鹰啊会使啊，就是你莫阁讲啊。身份小姐，阮楼顶有房间吼，互恁两人休困，毋过你爱答应甲阮斗3工。这应该是党来讲，先互阮两人出淡水市到飞展区，我才要替恁算。党诶，要为着鹰仔咧激心身份感觉要逼因带家己甲份灵出去着趁即时。联邦党毋免知影刺策诶限制是啥物，先出淡水市，死到死淡灯。党诶问讲，光头诶回社遐敢有法度？明仔载下晡有一班车，就是问即个要带因出去即代志吼。光头啊，光头诶随身，光头诶随身啊，随身啊，我看即随身啊，即应该种指手机啊啦，但是地道看人安尼讲，伫即小作者看人讲。光头诶随身啊是挂伫咧倒手诶手环吼，伊甲一张若像好车时间表诶物件映射伫咧手盘吼，详细读过才党诶报告。总机关无禁随身啊，毋过逐工拢有用电甲网络来管制。毋则伫淡水市罕伫看人挂随身啊。拜一到拜五开放网际网络的通讯时间是暗时6点到9点。网际网络各位知影个机语吼，就是是哪迄边安怎讲？互联网嘛。你感觉网际网络甲互联网对一个较好？我感觉互联网比较好，就是人伫咧即个白话化、语词的白话化，比台湾进步太侪吼。迄寡你翻几语，我毋知读啊，你歹去啥物就对了。我意思是讲，甲足明啊，就是讲伫咧话语的白话化顶头吼，真正是台湾的输忝忝啊！结果看人袂起，讲啥物几语又安怎？你逐句嘛几语啊？就是。OK， 拜五开放即个互联网络。互联网诶通讯时间是暗时6点到9点吼，伊无爱用，我就爱用吼。互联网吼，互相连起来诶网络嘛吼。拜五开放互联网诶即个通讯时间是暗时6点到9点。但是我用互联网你敢会烦恼讲去互西南迄边去影响着？袂嘛，因为我用台语来发音，我用台语来讲嘛。我完全照台语发音规则、发音的即个基本的即个 rule、基本的即个 principle 来讲，而且是，我一直想讲，大家拢定安尼骂人锁国心态，我咧想讲，即种就是上锁国心态。为什么伫咧话语顶头你遮尔锁国心态？为什么你袂当去用人足好的即种白话的即种，不管是你用伊教育 rule 来发明新的即个白话词，还是讲？直接摕来用，我感觉即个足好诶吼。后来我知影有人足反对诶啦，即我就无爱喊因讲啊，因为迄寡迄个讲华语诶少年囡仔，我无爱喊因讲即个代志，因为因无理解我咧讲啥吼。好，拜一到拜五开放互联网诶通讯时间是暗时6点到9点吼。凡是联邦党有空家己诶专用诶网络吼，去联络逐所在诶情报站。鹰啊，光头甲两撇喙手，明仔载恁3个人送因去坐车吼。我学挂传信互会社迄边吼。我学挂啥物意思啊？我学挂
团信吼回写迄边，我查一下什么叫合挂 ，HAHKOAH。无即个词咯，台语大词典无收即个词。我只好去找台语吼。哇！找台语嘛无。歹势吼，毋知啥物叫合挂吼。合挂吼，应该读做合挂。我合挂传信互凯社就会社迄边啦吼。恁带去坐车啦，我会传信互会社迄边。等下呢，我过来啊，即个汉字我袂晓读啦吼。一时才开喙，即个信吼，信字的信边啊，一个徛心边吼，我著有边读边啦吼。等下信一时才开喙吼，毋知啥物意思。身份的要求伊稳啦吼，意思讲答应吼。出淡水市了后，伊安尼讲，伊讲出淡水市了后，恁着去踮回建区的情报站吼，物件还袂摕过手，袂放恁出去。我无闲，闲啊，甲边阵插转去邀你吼，意思讲我无爱送因去坐车啦，我无闲吼。啊，遐讲呢，伫涂骹站一个，这应该是站吼。我看伊即个写即个应该是站，跺脚叫做站吼。CHAM 第三条吼，出力踏吼，出力踏吼，叫做站吼，跺脚叫做站吼。面床骹有一无牙工，就该暂时吼，踩死了吼，暂要死吼。站面床骨，我就是伫面床跳跳吼。那当做面床，当做骨咧弄骨安尼吼。站面床骨好，所以伊就遐讲，伫涂骹站一个吼，徛起身吼，活咧就走吼，无用啦，无要插这两个吼，这两个查某囡仔。当时啊，伊骹只后安怎？阁有一扇暗门吼。撒开会当看见内面有会楼梯吼，起拍算就是当下所讲会使休困的房间。当下无插伊吼，干那掠身份金属，话着讲透机啊，话着讲透机啊，就看身份安怎回答。这毋知啥物讲，咱来看吼，讲甲因也无相欠。免踮遮费时间吼，分灵徛去身份迄边，细声拗吼，即个含义我真正有看伊飘音跟拗，讲甲因也无相欠吼，免踮遮费时间吼。心肝做，细声拗心肝做吼，等因放咱出去，才做拍算，敢袂使？身份无用吼。目睭甲房间内吼，顺过一连吼，伊毋免问刺策，也知影讲联邦党袂安尼准拄煞。徛算联邦党无要搁甲因甜，身份也毋知分灵甲家己敢有才调为淡水市逃走出去吼。徛算联邦党吼 ，if 吼。即个徛算我一句，哇！这写小说即个嘛是厉害啦，即个少年的吼，伊个要用即个徛算即个词，HIA 徛吼，
徛是第7条，算 SNG 第3条，徛算。哇！但你大师你无收徛算，徛算，对啊，徛算无毋对啊。出台语。好，出台语有收啦吼，但是徛算吼，约莫伊是安尼对应中文约莫吼，徛算约莫吼。TJ 台语白话小词典263页，来我显一下吼，263页。我较早吼伫个学校诶，较早吼，阮咧读初中诶迄阵吼，拢有迄个国语文竞比赛啦，国语文比赛啊，老师就派一队人去参加，有诶无诶吼，啥物朗诵吼，就是读书歌诶啦吼，朗诵比赛吼，查字典、听写吼，听写吼。有诶无诶啦吼，就是国语文竞赛。我记得我派我去参加，敢若是听写，还是一个叫查字典吼。我查字典偌厉害吼，我一显就显着吼。就徛算吼，用263页，我是看，因为我拄仔一显就已经要263页要到吼。263页，好来，263页。徛算吼，伊写一个动，这应该是动词的意思吼。动词算是吼，算是吼，徛算是吼，算是吼。好，过来咱遮，咱等个小说家吼讲。徛算伫倒位啊？徛算联邦党吼，约莫徛算是吼。教育部书店讲规则叫做可以算作算起来吼，全充迄个全吼，就是可以算作啥物吼，可以会当算作啥物吼。所以徛算联邦党无要搁甲因甜吼，我若感觉所有诶拢含伊遮什么约莫啦，可以算作啦吼，我感觉拢无我拄则讲诶 if 迄较符合较活吼。徛算联邦党无要搁甲因甜吼，约莫联邦党无要搁甲因毋对嘛吼。可以算作联邦党无要甲因甜，即嘛毋是安尼嘛。我讲if咯，较输啦吼，假使吼，较输联邦党吼，无要搁甲因甜。我感觉即点都较对啊。好啦吼，较输即个联邦党吼，假若啦，假使啦吼。联邦党无要搁甲因甜吼，身份嘛毋知影讲分零，甲家己敢有才调为淡水市偷走出去，心肝咧瘫痪吼，伊是有人讲心肝咧瘫痪吼，腔口差吼，心肝咧瘫痪，伊想好吼，要安怎应啊？吼，伊想着要安怎应话来讲，先出淡水，恁才甲我讲要算啥物？过来，我看一下时间，搁5分钟，好，继续看啊。我见讲，伊这我虽然伊这个页数含这个实际上的页数无对同啦吼。伊即规本小说46页尔吼，但是实际上伊一页一个数字，我得限几啊页吼，限偌济页，我算看觅啊。差不多1、2、3、4、5、6、7、8、9、
差不多我点9下啦吼，才现一页，啊，所以46页差不多几百页。我先背就好啦，差不多300几页啦吼。好，我本来想40页随看无读几百就读了，结果应该是无遮紧吼。我现到倒位？哦，好 ，OK。过长工早起9点，中兴区的信用局银行开门进前，就一寡人伫外口顶仔骹排列，柯文玲穿一领较气色卡其色的个棉靴子靴子是日语来的啦棉靴子shirt 穿一领卡其色的棉靴子甲2撇喙手2撇喙手，甲2撇喙手2撇喙点塑胶医疗顶做，甲迄个叫做2撇喙手的啦，就是联邦党的一个人进行甲军装的甲即个2撇喙手踮塑胶医疗顶做40分钟，才见到负责存款业务的行员。较早，今仔日要办啥物？行员是一个挂银色圆孔的一个目镜，头毛油发油热甲乌绿绿的查甫，婚姻无讲话。甲传好的物件做一指拄去对面，拄去头前啊遐影印纸是用3层的塑胶盒仔包密藏伫发电所伊的床板下底。分明真细腻毋捌甲纸小可去拗着，还是互纸面去划着垃圾门啊，总是。遮侪当时间经过，有几啊？即个物件也是有上，我看嘛有拼音，就细腻看无？抢班，讲有几啊物件也是有抢班黄去抢班就是咱来查者抢班。CHHIUNN 第7条班 PAN 抢班汉字是上班啊，可能这家班是班点迄个班抢班就是伸出班点，生菇嘛叫做抢班例句三老官无紧洗就会抢班OK， 恁有印象无？就是衫你若无洗穿无洗有时啊伊会抢班爱用即个词抢班，伸出斑点有几啊物件也是抢班黄去淡水市的电子化程度甲非建区也未比的，毋过即阵嘛罕地有人诈遐啥物？诈遐侪纸本证明来银行行员抄一个目镜，先过几页才了解状况。好，咱看到遮啦，时间到啊后礼拜再搁继续来读看伊来银行是要敢若要领钱啊啥联邦党派人带伊来嘛我来记一下，这是第几页呢？我一刷的，今仔日是7个。
13。读到第13页。后早今仔日要办啥物啊？好 ，OK。今仔日读较有啦吼，我家己读较有啦，所以恁听嘛听甲遐袂艰苦。我跳一头，我毋知咧读啥，结果吼我相信听的人嘛听甲不煞煞。我即两最近即两摆着拢读甲较顺啦吼，所以大家较知影故事的进行是安怎咧进行吼。好。哦，咱即嘛真留练吼，感谢各位来捧场啦吼。恁若有兴趣听，咱后礼拜再搁继续读共即个时间吼，来读即本台语小说吼。写咧袂歹啦，我是讲伊的用词啥各方面，而且经过即个故事的进展嘛真紧吼。哦，就小说来讲，其实是写咧袂歹吼。好，后礼拜咱再开始啊！即礼拜四暗时啊，几点？9点吼，有兴趣再来读即个出师线吼，来学台语。感谢各位，安尼我要来开放。我看卖啊，真侪笔记，我看卖啊。科技啊，好，三二讲科技啊，出处是无人华语叫做筹码，我真正毋捌听讲吼。学厝吼，拄则讲学厝就是买家具啦，买厝啦，囥的吼，叫做学物件吼，去学一寡物件，你毋去学一组啊，即啥物吼？即种讲法啦。三二讲老师请教，哇，迄我毋知吼。加官吼，就是加官，我拄则讲是违逆长辈。台语大词典是加关啦吼。好，形容人特立独行、难搞或喜欢跟人作对的时候，吼，讲即个人真加关吼，也就是加关吼。过来，讲淡济即本小说的度假叫做淡济吼，也本名就是叫做淡济，济是啊这个那个 this that 迄个 this 吼，淡济伊是2000年出世的吼，哇，这个校门查某囝共年呢，2000年出世吼，即嘛踮国家太空中心咧食头路吼。淡济阁有一个身份是台湾作家，伊出版《教育史论坛》是台湾第一本长篇科幻小说吼。好，卖遐吼，互遐吼，遐讲吼。爱甲人讲倒反吼，歹斗阵吼，加官吼。现主席在野党立委就是加官啦吼，加一个歹听的，我袂讲吼。反推吼，反推就是反推预期、预感、预想吼，预料吼。反推吼，反推伊会来，无反推伊会死吼。心肝切切着吼。T 恤子吼，古例日常外来语的例吼，恤子吼，是日语来吼。好，到这，感谢各位来开房了吼，欢迎各位啦吼。